下来！你是人，你不是猴。我就不下去。你再不下来，我把树砍了啊！下来，再不下来，我把树砍了啊！我让你下来，你不下来；他让你下来，你不下来，真听他了。他神经病，他真会砍，你别笑。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题，答对你们就可以出院了。如果说一个洗澡的浴缸里面盛满了水，旁边放了一个汤勺和一个碗，你们会用哪个工具排空浴缸里的水呢？汤勺，我喜欢汤勺。应该用碗。难道不应该把塞子拔掉吗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难道不应该把塞子拔掉吗？哎，园长，你看麻子这是咋了？一直幻想自己是个母鸡，你看还给自己围个窝。麻子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你咋不早跟我说了？不是想着让它下个蛋吗？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1年了，你这次的测试很正常，你可以出院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是已经不再幻想自己是只老鼠了？我是一个人，不是老鼠。那还怎么心事重重的？我是不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啊。可是外面的猫知道吗？你别笑，太难了。麻子，等一下院长来了就动手。好。麻子，院长来了。麻子，你要干嘛呀？该你追我了。你别笑，太难了。我先出1个3，王炸，过过过1个4。6条。哼。3带1。Oh no！ 你这打的啥呀？这是？清一色。哎呦我的妈！到中午啦，我们该吃饭了。你们钓几条鱼啦？鱼缸是空的。水都没有，你脑子叫驴踢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好，园长，听说你这个鱼缸玻璃是防弹的呀？这都看出来了。那我得试试。哎，真是。它不光防弹，它还防水嘞。啊，是吗？ Hello, it's me. 来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你们在我这儿住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也好的差不多了，马上就可以出院了。这是个门儿，如果你们能从这个门出去，你们就可以出院了。你当我们傻呀？这是门吗？哎，病好了。这才是门嘛！麻子，走。门锁了呀。开门。傻子，还想不想出院？亮子，你咋不走了？院长，我知道这是你的考验，我才没他们那么傻呢，这怎么能打得开呢？哇，这是高手。哎，病好了？那当然，我可以出院了，因为这门上的钥匙在我兜里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。哎，麻子，你看我写了本小说怎么样？来看看。人名好多呀。是人名有点多。你们俩谁又偷我电话本了？原来这是院长写的小说。别笑。